主啊，2024年2月25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母亲无名英雄，圣经咱做来听读《士师记》13章第10到25节。以色列人搁做上主看做歹的事，上主甲因交伫非利士人的手40年。迄时有一个但支族的扫罗人，叫做玛拉阿，伊的某无怀孕无生。上主的使者对迄个妇人人显现，甲伊讲：你以前未怀孕未生囝，毋过现在你要怀孕生一个囝，所以你着细字无酒交酒，毋通啉，律法规定无清气的物拢毋通食。你要怀孕生一个囝，毋通甲伊剃头，因为这个囡仔对胎年就归上帝做那西尼人。伊要开始解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。妇人人去甲伊的丈夫讲：有一个上帝重用的人来我遮，伊的样貌亲像上帝的使者，互人敬畏。我无问伊对倒位来，伊嘛无甲我讲伊的名。毋过伊对我讲：你要怀孕生一个囝，所以无酒交酒毋通啉，无清气的物拢毋通食。因为这个囡仔对胎年到伊死迄日，要归上帝做那西尼人。玛拉就求上主讲：主啊，求你互你所找上帝重用的人，过来阮遮，通教导阮安怎对待这个得要出世的囡仔。上帝听玛拉阿的恳求，妇人人坐伫远呢的时，上帝使者过来伊遐，毋过伊的丈夫玛拉阿无甲伊做伙。妇人人赶紧走去报伊的丈夫，甲伊讲：迄日来我遮，迄个人搁对我显现。玛拉阿赶紧缀伊的某去迄个人遐，对伊讲：你敢是对阮某讲话迄个人？伊讲是。玛拉阿讲：你的话实现了后，阮着安怎教即个囡仔？伊着守什么规矩？上主的使者对玛拉阿讲：我甲即个妇人人讲的代志，伊拢着谨慎。所有葡萄树出的物毋通食，无酒交酒毋通啉，一切无清气的物嘛毋通食。我甲伊吩咐的，伊拢着遵守。玛拉阿对上主的使者讲：请留落来，互阮通准备一只山羊仔请你。上主的使者甲玛拉阿讲：你甲我留落来，我嘛袂食你的物件。你若要献烧仔祭，着献互上主。玛拉阿毋知伊是上主的使者。玛拉阿对上主的使者讲：请甲我讲你的大名，你的话实现的时，阮通报答你。上主的使者甲我讲：你无应该问我的名，我的名是奇妙恶得理解。玛拉阿将一只山羊仔甲素祭伫石盘顶献互上主。迄时，玛拉阿甲伊的某看见一项奇妙的事。黑暗对坛顶冲上天的时，上主的使者嘛对石盘顶的黑暗中上去。玛拉阿甲伊的某看见，就趴伫涂骹。上主的使者无搁出现互玛拉阿甲伊的某看见，玛拉阿才知伊是上主的使者。玛拉阿甲伊的某讲：咱一定会死，因为咱有看见上帝。伊的某甲伊讲：上主若要互咱死，
一定袂接纳咱现的烧法制甲素制，袂互咱看见遮个代志，嘛袂伫即阵互咱听到遮个话。后来，妇人人生一个囝，家己号名叫做参孙。囡仔大汉，上主赐予伊。伫撒拉甲以实得中间的马哈尼但，上主的神开始充满伊。母亲无名英雄，母亲是上帝赐予人类家庭极为宝贵的祝福。所有的母亲拢共款，透过辛苦的怀胎和生产，将囡仔生踮即世界。毋单单是承受生产之痛，搁较着为着囡仔的需要，无怨无悔付出心力。母亲除了生养囡仔，也需要教养囡仔。一个敬畏上帝、持守信仰的母亲，对囡仔安怎认捌上帝有真大的帮助。就算信仰是个人甲上帝之间的关系，但是父母的引带、陪伴和身教，会当帮助囡仔搁较认捌上帝，行伫下伫上帝心意的道路。伫士师参孙的生命中，有一位敏锐聆听上帝旨意的母亲。伊原本袂当生育，无囡仔，天使却向伊出现，传递伊会怀孕生囝的信息。天使甲伊讲，爱甲囡仔献互上帝做那西尼人，就是利属人。因为即个囡仔未来要解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。这位无摕到名的母亲，专注聆听天使传达的信息，佮甲伊的丈夫分享。面对即个信息，玛拉阿哪像无啥相信因某的话，所以伊求上帝，互天使搁再一遍出现。教因安怎对待得要出世的囡仔，所以上帝搁再差遣天使，向玛拉阿夫妇传递信息。天使传话了后，就伫玛拉阿献祭的火焰中上天。玛拉阿竟然深惊，家己见着上帝死。上帝得这位无名的母亲敏锐体察天使传递的信息，认真照天使的吩咐去做，伫饮食上严谨遵守。伊所做一切，拢是要回应上帝伫伊囡仔身上的作为。这位无名的母亲遵行上帝的话，认真做好准备，互伊的囡仔会当诚做上帝使用的士师。母亲是所有家庭的无名英雄，因总是默默付出，成全厝内的人。伫台湾白色恐怖时期，1949到1991年，台湾有真侪母亲是活点失去家庭亲人的苦难。面对丈夫也是囡仔受掠，这个无名英雄努力支撑家庭，默默忍受痛苦，敢若会当暗自得好。其中一位受难者施水权，为了保护侵犯台大工学院之部案的小弟施志成，予伊秘藏踮宿舍的天棚。伊伫台北邮局工作的时，搁受无端卷入台南市委会邮电局部案。1954年7月19日受掠。伫1956年7月22日受惩决以前，施水权伫2年期间写了真侪家书，表达对厝内的人的思念。其中一封批写着伊对母亲的思念甲感谢。当每暗
望见自常的妈妈跪踮神面前，为着做儿女的阮祈祷。我的目屎暗暗湿透枕头，只有你的内被，无时囥踮伫我的心上。要困进前一定会摕起来，搁重读一遍。母亲是社会的无名英雄，因养育栽培囡仔，互因贡献社会。母亲也是上帝赐予囝儿的宝贝礼物，因陪伴支持囝儿面对人生上困难的时刻。默想，参孙的母亲专注回应上帝的吩咐，对我有甚物提醒？参孙的母亲专注回应上帝的吩咐，对我有甚物提醒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主，感谢你，互我得到父母的养育，互我伫疼的中间成长。求主帮助我，也当诚侪亲人的祝福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